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初4，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23章到第2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3章，这是有关太尼的信息。他死的尊者着悲伤体靠，因为太尼受毁坏，无厝嘛无港口啦。对基体的地有诶传到因遐，恩海的住民西顿的生理人啊，着哀哭。恁过海趁真侪钱，经过大海，在西哈的5国尼罗河两岸的修成，太尼正做万国的市场。西顿海洋的要塞啊，着见效，因为大海有讲，我毋捌怀孕，嘛毋捌生你，我毋捌养饲后生，嘛毋捌养饲查某囝。消息传到埃及的时，因为着有关太尼的风声非常痛心，恩海的住民啊，着过去他死，着哀哭。这件是古早就建立繁华的城市，有真侪人对遐去到真远的所在做生意。太尼捌指派人做别国的王，伊的生理人真侪是王亲，伊的商人是国贼。啥人决定要攻击太尼？这是上主万国统帅的决定，要领略太尼所夸口的荣光，互世上一切的贵族见笑。他死的住民啊，着带满恁的土地，亲像尼罗河的水泛滥，无受限制。上主已经伸手伫大海的顶面，要互列国皮喘。伊要下令毁坏腓尼基的要塞。伊讲，受能力的在色女西顿啊，你袂阁有快乐，起来，过去基地，伫遐你嘛袂当得到安息。恁看加勒底人的地，伊的人民无阁存在。亚述人互伊成做野兽大的所在，因起造攻城的塔，拆毁伊的宫殿，即对地拍荒。他死的尊者，恁着悲伤体靠，恁的堡垒已经受破坏啦。伫迄日，太尼为互人袂记得70年久，甲一个王的年岁变长。70年了后，太尼的境况会亲像歌所地描写的基路。你这个互人袂记得的基路啊，摕找琴伫城内四界行，弹好听的歌，吟真侪诗，互人搁会记得你。70年过了，上主会搁眷顾太尼，太尼会恢复伊的本业，甲世界各国贸易。毋过，伊的盈利甲所赚的钱，拢要献互上主，无搁藏地，嘛无要囤起来。伊的盈利要归互敬拜上主的人，互因遮称拢富足。第24章，看咧，上主互大地拍荒，完全荒废，伊甲地面拍恁转，互住民拢死散。人民安怎，祭司嘛安尼；仆人安怎，主人嘛安尼；女婢安怎，女主人嘛安尼；买米的安怎，卖米的嘛安尼；甲人借安怎，借人的嘛安尼；善者安怎，好价的嘛安尼。因拢会死散，大地会完全拍荒，互人抢甲空空。上主安尼宣告。
大地衰败打去，世界衰败倒坏，地上各规个人嘛衰微。大地互徛起的居民污染，因破坏律法，违反律例，违背永远的约，所以大地受咒诅，直到败坏。地上的居民拢因为因的罪受刑罚，所剩的人减少，剩无几个。新酒打去，葡萄树孤单，快乐的人嘛拢脱开。玲珑果快乐的声点去，宴乐吵闹的声静去，弹琴的声嘛拢无去。无阁有人啉酒唱歌，高酒啉起来苦滴滴，城拍远受拆毁，厝拢关地无人出入。人伫街路啉，要找酒啉，一切的快乐变做暗淡，地上的欢喜拢消失，城市荒废，城门讲甲喙糊糊，地上万民嘛会安尼，亲像橄榄树、葡萄树收成了，搁找嘛找无偌济。因大声欢呼，对西边宣布上主的威严。因为安尼，恁着对东边归荣光予上主，伫正海市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。对天边海角，阮听着歌声，荣光归予公义的上帝。毋过我讲，我会死，我会死，我惨啊！背叛的人继续背叛，欺骗的人要地欺骗。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怖、含天、活斗、地长单忍，闪避恐怖声音的人会跋落含天，对含天逃脱的人会互活斗偷着。天顶的窗仔拢拍开，地上的根基摇动，大地做一个破坏，离甲喙喙，地大摇动，亲像酒醉的人颠来颠去，哪阵草厝仔摇来摇去，地互做动动地咧，放落去，袂阁再起来。迄日，上主要刑罚天顶的天君，嘛要处罚地上的君王，因为亲像犯人，互人集中伫地牢，关伫监狱，过一段时间就受刑罚。迄时月亮会见效，日头会落开，因为上主万国统帅，要伫锡安山，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对伊的长老显出荣光。第25章，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最大，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有用真诚、信实，实现对古早就计划奇妙的事。你有互城变做粪扫堆，互释放的城荒废，互外国人的要塞彻底毁坏，永远袂当重建。所以仰望的人民要荣耀你，强迫城市的国民要敬畏你。你就是善食人的瓦靠，是欠缺的人艰难中的堡垒，是狂风暴雨中的避难所，是炎热的时的阴影。因为强迫的人攻击的时，若狂风在拍城墙，外国人的宣发亲像旷野的炎热，你用云野砍，互热气消散。你互强迫的人无过唱凯旋的歌。伫这个山顶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，上好的酒宴，有肥肉，有骨册，有陈年的好酒。伫这个山顶，
伊要将所有人民暗面的拍甲列国砍身躯的布摕掉。至悬的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，对逐个人的面拭去因的目屎。伊要伫全地除去伊子民的体辱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伫迄日，有人会讲：恁看，这位是阮的上帝，阮一直在仰望伊，伊一定会来解救阮。这位是阮一直在听候的上主，咱就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。上主的手要靠伫锡安山顶，毋久摩押会受吞踏。若袂过伫粪扫堆，互人吞来吞去，伫遐摩押会踢开伊的双手，亲像受水的人伸手要收。虽然伊的双手看起来真溜俩，毋过无采工，上帝要互伊的骄傲变见笑。悬墙顶的堡垒，伊要甲因车倒毁坏，伊要甲因拆甲变平地，变糊粉。第26章，迄日伫犹大地，人会唱即首歌。我有一个坚固的城，上主用胜利做城墙甲堡垒，就拍开城门，互忠信正义的人民入来。心坚定的，你使因平安欢迎，因为因信靠你，就永远信靠上主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是永远的石盘。伊甲坐官位的人拖落来，拆毁起伫悬的所在的城，甲伊钉伫涂骹，互伊变做土粉，互人吞打，善食人甲伊吞，困苦人甲伊打。正直的人路平坦，公义的主，你甲正直人的路铺平修直。上主啊，伫你审判的路，阮在听候你。阮的心较无你受尊重的名。伫暝时，我的心神羡慕你，我的神魂迫切祈求你，因为你伫地上施行审判的时，世间的子民学习正义。社会人就是得到仁慈，嘛学袂到公义。伫正直人的地，因幽怨做歹，因看袂到上主的威严。上主啊，你手举悬要刑罚因，毋过因无看见，求你互因看见你对你子民的热爱，家己感觉见笑。愿你用火吞灭你的对敌，上主啊，愿你使阮平安欢迎，因为阮的所做，你拢有甲阮成就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莫有别个主管辖阮，毋过阮只有尊重你的名。死去的人袂当阁活起来，因的灵魂嘛袂当阁起来，所以你处罚因，毁灭因，互因对人的记忆中消失。上主啊，你互阮的国民增加，互国民加天来显示你的荣耀。你互阮的国土扩展到天边海角。上主啊，阮伫艰难中祈求你，你管教因的时，因吐开对你祈求，产妇特别生，吹准，探听，嗷叫。上主啊，阮伫你面前嘛亲像安尼。阮怀因探听叫假，不过生拢无。阮无为国家带来解救，无为人民贡献生命。毋过，阮死去的同胞会阁活，因的尸体会阁起来。住伫真爱的人啊，醒起来，欢喜唱歌。你的露水是闪烁的甘露，
落伫地，互死去诶人活起来。当我诶主民啊，入去恁诶房间，门着串互条，恁着暂时眯起来，一直到上帝诶大声去煞。恁看，上主特别对伊大诶所在出来，要刑罚地面上犯罪人，对为部落因杀人所流诶血，袂过暗砍因杀害诶人诶尸体。第27章，伫迄日，上主要用伊定国内诶大基剑刑罚迄只海兽，就是射来射去烧真紧诶蛇，阁要杀死迄只海怪。伫迄日，着为着出好酒诶葡萄园来欢喜唱歌。我上主是固守葡萄园诶，我不时甲伊压水，我暝日拢伫固守，才免有人甲伊损坏。我无过对葡萄园生气，园内若有刺白野草，我会进前甲因拔，甲因烧了了。遐个对着若无爱安尼，着归因我，受我保护，甲我和好，因着甲我和好。将来以色列为定军，哪国为布艺开花，因的价值会遍满全世界。上主拍以色列，无亲像伊拍遐个攻击因的遐尼严重；伊杀害因，无亲像伊杀害遐个屠杀因的遐尼厉害。上主放逐因，赶散因，用安尼刑罚因。伊伫透东风的日，用强烈的风吹散因。以色列若拍喙，外邦神明这段会借，无过有阿舍拉女神的雕像甲香台，因的罪过就得到赦免，因的罪得到解除。若无，坚固的城市会变荒坡，亲像旷野无人徛起。伫遐村牛在歇困，在食草，为甲所有树枝的叶食了了。树枝一个高大断去，查某人就捡起遐火，因为因是完全无知的子民，所以做因的无要怜悯因，因的创造主无要施恩予因。伫迄日，对幼发拿底河到埃及的溪谷，上主会亲像修成果子安尼，甲恁以色列的人民一个一个组织起来。伫迄日，大旗扫甲会弹，遐个流亡伫亚述地甲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会倒转来，因拢要伫耶路撒冷的圣山敬拜上主。第28章，以法人酒醉的人所在夸耀的花冠打惨啊！迄类青叶的水花渐渐消去，因伫肥水的山谷顶面啉到水茫茫。看咧，主派一个有大权能、有大气力的人来攻击因，亲像强烈的炮、毁灭的狂风，亲像暴雨、猛烈的大水，冲落大地。迄个酒醉的人所夸耀的花冠未受吞踏伫骹的，迄类伫肥水的山谷顶面，开甲真青叶，渐渐消去的水花，会亲像夏天前透水的无花果，人看着随时挽去食。伫迄日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要亲像荣耀的花冠，做伊所剩的子民荣光的王冠。
互坐地审判迄位有公正的神。真侪因伫城门口拍退对敌的溃烂。这时甲先知因为啉酒颠颠倒倒，因为高酒颠来颠去。这人因为啉高酒咕咕颠，啉薄酒醉茫茫。因为高酒东倒西歪，错解异象，判决翻起翻倒。因的桌顶吐甲满世界，无一个所在无拉残。因讲，这个先知是要甲知识教啥人？伊是伫甲啥人解说信息？是要教拄仔长年、拄仔离开老母行前的囡仔是无？伊叽叽咕咕、哩哩噜噜，遮讲一寡，遐讲一寡，毋知伫讲啥物。安尼好，主要用伊的子民听无的外国话，用别款腔口对因讲话。伊捌对因讲，这是安息的所在，亚神的人通来安息，这是休困的所在，要久因毋听。所以上主的话，因听起来是叽叽咕咕、哩哩噜噜，遮讲一寡，遐讲一寡。所以因行进前，煞倒向向，受伤，跋到外道，互人掠去。恁遮的自高自大、耶路撒冷住民的统治者，要听上主的话，因为恁夸口讲，阮已经甲死亡签约，嘛有甲淫妇结盟，大水冲过来，袂淹着阮，因为阮有用白菜做避难所，用胡粿做闪密的所在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试验过的石，宝贵的基石，通做坚固的根基。我靠伊的人绝对袂惊吓着急。我要用正直做绳索，用公义做对信。鞭炮要毁坏白贼的人的避难所，大水会淹满因闪密的所在。恁甲死亡立的约一定会废除，甲淫妇签的约嘛会取消。大水淹过来的时，会甲恁淹死。每一遍大水来的时，会甲恁冲走。大水会逐早起淹过来，规暝规日淹袂煞。知影这消息的人，拢会惊吓恐慌。眠床伤得，身躯伸袂直，面皮伤歪，看袂捌。上主要起来，亲像伫比勒心山，伊烧气，亲像伫基本谷。伊要做工是特别的工，伊要完成伊的计划是奇异的计划，所以毋通自高自大。才免绑恁的锁，困哪安？因为我对至悬上主万军的统帅有听到毁灭全地的命令，着爱耳孔听我的声，着注意听我讲的话。农夫犁田要种作，减会规日拢在犁，伊减会继续掘土，减会一直乌沟。伊土面若白平，减袂随时也大回响、小回响。伊减袂一抓一抓种大麦，一粒一粒种小麦，搁伫园边种粗麦。因为上帝用适当的方法，甲伊指示，甲伊教。相款，
大回乡袂用拍鼓机拍，小回乡袂用车链轮，大回乡是用推仔讲，小回乡用管仔拍。五穀着先用才会当做面包，毋过无需要一直用。农夫用马车轮五穀，嘛袂甲五穀轮到碎碎。这拢是上主万国统帅的作为，伊的计策奇妙，伊的智慧深沉。咱今仔睇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23章到第28章。